香港係一個人口稠密、摩天大廈林立嘅城市，正面對建築老化同能耗挑戰。香港綠色建築議會致力推動綠色建築，透過本地研發嘅綠色建築評估工具綠建環評 INPUS， 提升可持續發展水平。2024年，我哋推出綠建環評既有建築全球版，吸引超過30個境外項目登記參與，包括位於東非吉布提嘅特別展示綜合體項目。我哋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同東盟合作，推動標準互認同技術交流，打造區域綠建典範。低碳建材係推動綠建嘅關鍵。我哋推動建造業議會綠色產品認證計劃 2.0， 同綠建環評形成雙引擎，促進建築業嘅綠色發展。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將繼續發揮超級聯繫人角色，推動全球綠建生態系統嘅發展。綠建之路由香港出發，走向世界。